继续。高粱。哦，高粱。啊。Saranno 50 kg qua. Dove metto questo frigo? 放在哪里？ Dove metto? 放在哪里？ 那里。你换多少钱？这个倒下去了。哎，是。那里都快要变形了。Ja,立正。完成。打开了，放冷藏进库。